管闲事的人要来的帮手啊！操！给我打！打完了再说。给我打！一群不入流的混混，拿刀吓唬吓唬就跑了。你都别动！伤人了！伤人了！伤人了！我杀人了！伤人了！杀人了！豪哥！布鲁斯，快跑！豪哥，等我，等我！我穿越到别人身上了，这是警服。我之前是个看场子的，现在变成了警察。以前我没得选，现在我想做个好人。哎，这个人发什么呆？你在说话？咦，他能听懂我说话？我死前好像也能听懂布鲁斯说，这么说，我有一个对话能力。注意啊！我现在给大家讲述一遍碎尸案的案情，大家都注意听啊！这个是发生在我市垃圾场的一起碎尸案，案发时间5月19日。目前我们掌握到的信息是5月20号13点，我才刚死，到另一个人身上不到3分钟。我现在赶回去，能抓到杀我的保镖马少爷。具体案情就是这样，如何破案需要大家仔细排场，任何蛛丝马迹都不能放过。好帅，好帅！哇塞，哇塞！真好帅，整天不务正业，就知道吸引小姑娘。这个案件呢，好帅，好帅！这个好帅怎么回事？讲案子的人跑了。好帅年纪小啊，才刚来1个星期，散了点，很正常。可能是吓到了，着急上厕所呢。很正常，别胆子小来重案组干什么？不如回家混吃等死。来，继续。警察？警察叔叔，有什么事儿吗？是他看到我很陌生，哼，我真没想过用这个身份和这些人交流。猴子，堕落了，竟然守门来了。哎，昨晚给人做局赢了2万块，舒服不？这个警察怎么知道我昨晚给人做局？他不会是来抓我的吧？哎，你，老板，不好了，警察来了！怎么回事？不是冲着好帅的事来的吧？不对呀，不都给了封口费了吗？他人呢？别让他进去。他已经进去了。你干什么吃的？不是，老板，这死小子知道我叫什么，他还知道我的事儿。我刚一晃身，他就冲进去了。什么？知道你的事儿？坏了，有内鬼啊！等一下，布鲁斯，你在吗？浩哥，快来，尸体在包房呢。好样的，布鲁斯，这也太方便了，老天都不让我死得悄无声息。什么布鲁斯？不好意思，这里不让进。我是警察，给我让开！怎么，警察了不起啊？较个嘚儿啊！赶紧给你上司打电话问问，这什么地方？这里有人报案说发生了一起命案，你们想包庇罪犯吗？哟，警察扣高帽了，怎么想打我？好害怕哟！这里没有死人，还请你赶紧离开，要么带着你的搜查令来。让开！去！嘿吼，还敢袭警啊？
喂，老板，那个警察闯进去了。你们4个人拦不住一个警察，是不是被他的身份吓到了？袭警最多15天，我还捞不出你们。他太厉害了，我们尽力了，拦不住。废物！没血气，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。我的尸体被搬走了，老板成了他们的帮凶。浩哥，他们把尸体转移了，在1楼，从阳台下去能赶上。使点劲儿你！把麻袋给我放下！那4个废物怎么回事？别过来！你知道这是哪儿吗？你知道这是哪儿吗？我只知道你们犯法了。把麻袋给我，双手抱头。虎子，干他！干他！警察呀！妈的，咱们干的事儿可比袭警严重多了。胡子，你要是跟他一起，就再也回不了头了。上啊！你不让是吧？我上，看我回头怎么收拾你！呀呀呀！防的可以啊，可惜我是地下拳王，你在我眼里就是个沙包而已。楼上那4个废物已经消耗了你的体力，你现在连招式都接不住。哎呀，这2年一点进步都没有，弱点一气儿出。他怎么可能知道我的弱点？只有郝帅知道，他不可能知道我的弱点，他一定是乱打的，我只要硬扛住就可以了。打死老子了！胡子，上啊！上，赵少不会放过你的！来来回回就这么一招，没创意。我的弱点，胡子的弱点都知道，特别是我的腿，那是昨晚的伤啊！那内鬼告诉条子多少？不行，这是杀人案，拼了！布鲁斯，上！郝帅的狗为什么听他的？布鲁斯，好样的！我可是你教出来的。这不关我事儿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那袋子里装的是什么？不知道吗？第一次用这种视角看自己，过去的我一路走好。那顺着这个线索，咱们自己慢慢去查。郝帅怎么还没回来？上个厕所这么慢，给他打电话。我看他是太害怕，上医院了吧？说不定一会儿打电话来说自己生病了，没法参与这个案子了。还挺可惜的。喂，郝帅，你干什么去了？赶紧给我回来！我破了一起凶杀案，他把真人犯打伤。什么？你没开玩笑吧？人在哪儿？我马上过来。好点。郝帅，怎么回事？我刚才出来上厕所，接到内线报案，说是蓝莓酒吧发生了一起命案。我赶到的时候，他们就给我拦住了，还找我要什么搜查令。我一想，这不对呀，我就先把他们制服了。
然后我就听着狗叫，顺声一看，嘿，你猜怎么着？这2个混混在那搬袋子。我一看那袋子就重，我就先把它摁那儿了，然后就打开袋子一看，我真是尸体。你知不知道这很危险？咱们不叫支援。哎呀，队长，冤枉啊！我哪知道是真是假的？你当时在那儿讲案子，万一白跑一趟，你不得骂死？行了，下次提前说一声，真假我会判断。队长，结果出来了，死者男，25岁左右，死亡时间2个小时到1个小时之间，死者身前有激烈的搏斗痕迹，致命伤在右肩，被匕首刺死。队长，根据我的内线消息，这个人和我名字一样，也叫郝帅，之前是个看场子的，今天和一个大少爷起了冲突，大少爷的保镖就杀了他。这个大少爷身份似乎不简单呢，要不然蓝莓酒吧的老板也不会帮忙把他救下。好，封锁酒吧。走，蹲着。队长，我们抓到他们4个的时候，他们都躺在地上，都丧失了行动能力，叫的老惨了。小帅，这几个都是你和内线制服的？就我自己，你一个6个。就算你想保护内线，也得考虑考虑结案报告。队长，真是他一个人制服的，有一个打手招了，说郝警官一个人打6个，晕过去那个叫猴子，是打地下黑拳的，还是个拳王啊！队长，蓝宇跑了，找不到。我知道他在哪。这你知道？喂，老板，不好了，酒吧被条子端了，6个打手被一个条子放倒了，包括猴子，他们也发现郝帅的尸体了。什么？一个条子放倒6个？用枪了吗？没用枪，硬打呀，跟李小龙似的。现在条子这么猛吗？先别联系了，我先躲一阵子，你也出去躲一阵子，等事儿平了你再出来。嗨，没我的吩咐，别再来了。嗨，蓝老板，一起吃个宵夜吗？我的秘密藏身地点只有郝帅知道，他已经死了，有人出卖我。什么？尸体被警察找到了，蓝莓酒吧被封了，蓝宇也被抓了。看来我要找替罪羊了。你说队长跟郝帅他们去干什么去了？不知道啊。我应该是猜对了，郝帅不想参与这个案子，装病去医院了。郝帅就长了一张好脸，哪有胆子查杀人犯啊？在医院什么都没查出来，回来了。这头疼不容易查，胃疼也是说胃镜了。我给我闭嘴！郝帅刚才一个人破获了一起杀人案，击倒了6名歹徒，其中一个还是打黑拳的大拳王。队长，你没开玩笑吧？一个打6个？队长，郝帅的能力我们是知道的，成绩还不错。可要说他一个人破获杀人案，还打了6个，包括一个地下拳王，这你们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郝帅做不到，就在这质疑他。这到底是你们作为警察的职业素养，还是嫉妒心在作祟呀？行了，人已经抓回来了，谁质疑谁去审。郝帅，看这。是。好，我知道了。进，先这样吧。队长，案件进展怎么样？审讯室来电话了，蓝宇、胡子还有其他嫌犯都装糊涂，说不知道。那个猴子还说人是他杀的，顶罪。看情况是这样的，
这些老油条不好搞啊。队长，让我来审吧。你没有审讯经验，能行吗？这小子只是运气好，让你直接破了杀人案，拿下6人，应该不是他弄的，是怕他身上的警服而已。小明，警察叔叔，都问了多少次了，烦不烦啊？这是警察局，老实交代，人是不是你杀的？为什么要杀？失手杀的，他看我不顺眼，经常挑衅我。昨天我一不小心把刀子捅在他身上，痛死了。哎呀，猴子，我有个内线已经告诉我了，凶手是一个大少爷的保镖，应该就是我们打架的时候你所说的赵少吧？你也是老油条了，应该知道杀人是重罪，最好判10年。我也知道，酒吧老板蓝宇是你恩人，曾经他给过你妈一笔手术费，还救过你。你顶罪是为了报恩吧？查得这么清楚，内鬼到底知道多少啊？可是啊，这就算是有恩，也是蓝宇对你有恩，不是赵少对你有恩。赵少到底给了你什么保证，让你愿意坐牢？让我猜猜。他是不是告诉过你，只要你愿意进监狱，他就找关系把你捞出来，还要给你一笔钱？说，那人就是我失手杀的。看来是我猜对了。随你怎么想。据我调查，你有一个很漂亮的老婆和一个3岁的女儿。想用家人威胁我，别忘了，你是个警察。你一个警察说这些，你到底是警察还是黑手背？算了，看在犯人快被突破的份上，先忍你。唉，我是替你担忧，毕竟你有娇妻。我记得你有一个好兄弟叫虎子，上次他去你家喝酒喝大了，是你老婆把你俩抬到床上去了。唉，从那以后你就再也没有让他去过你家。你想想，要是你坐了10几年牢，他会不会帮你照顾你老婆？这照顾来照顾去的，会不会就在一起了？他怎么连这个都知道？难道内鬼是虎子？不行，我老婆要是跟了虎子……哎呀，虎子过的日子跟你差不多，没准哪天就进来了。那到时候谁来接手你？就算他不进，等过个3年5年的，他对你老婆腻了，那你女儿还会不会有上学的机会呢？会不会打骂你女儿，甚至拿你做套路？还是说，你觉得蓝宇会管他？郝帅跟了他这么些年，他死了他都没管。你老婆要是跟了他，他让你老婆去连客人都有可能。郝帅到底做了多少功课？他为了这条线，真是付出了很多呀。唉，他们2个现在都在里面，如果谁都出不去，换成是更陌生的人，甚至是仇人，找到你老婆孩子。我交代，我都交代，我交代，我都交代。人不是我杀的，是赵瑞龙的保镖杀的。保镖杀完人之后，给了所有人封口费。他还告诉我，
我帮他把事情扛下来，还会给我300万，还会把我捞出去。赵日龙是省里大领导的2公子，他绝症没收好，豪帅死了之后，他就装晕过去了。人是被人抬出去的，竟然涉及到赵老的公子，这案子继续往下查，难，不查又不行，太棘手了。这个案子到此为止，那个保镖犯了杀人罪，已经不光。至于赵瑞龙，他罪名很小，不会被判刑。他指使保镖杀人，事后试图掩盖真相，就这么算了？只能算是聚众斗殴，后面的事他全程没参与，只能这么结案。搞爹了不起，我早晚把你爹也拉下，和你一起成铁窗泪。是他，之前抓过我好几次的警花。哎呀，我喜欢他老久了，追他他就抓我，用这种身份跟他相处还是第一次。好帅，不要灰心，大家只是心情不好。为什么？他们没捞到功劳的事儿？才不是呢！这次我们抓到那个保镖，上面为难我们3队，限我们72小时破了碎尸案。这案子我们还没什么头绪，大家有情绪很正常。不过你放心，大部分人呢还是很挺你的，江队也是。原来是这样，得罪了领导是吧？碎尸案是之前队长讲的那个案子。他在讲案子的时候，我去抓杀我自己的凶手了。案件资料给我一下。卡在这里，警犬不行，我的狗可以啊。苍警官，你愿意跟我出趟现场吗？去现场也没用吧，早就过了破案的黄金时间了。那人家找不到线索，未必我找不到呀。这么有信心？当然。哎，苍警官，我要是找到新的线索，你就亲我一口，怎么样？你胡说什么呢？我之前怎么没发现？你怎么这么不老实？说起来，郝帅之前在警校成绩平平，长得很帅，没传出过什么绯闻，跟女孩子相处都很有距离感。这现在是怎么了？翘着腿，看着没个正形，还调戏我。我这个人老不老实分人，要是见到喜欢的，我就不老实；要是别人，我比柳下惠还老实。嘘，你再这样，我不理你了。是，换个身份是我的。所以，张警官，你今天愿意跟我出到现场吗？这条狗是我以前养的。这条狗啊，厉害着呢，养了好几年了，比职业警犬都忙。虽然我身份换了，可它还能认出我，动物真是通人性。哎，有没有信心？韩哥，你就瞧好吧，你还不了解我吗？那些警犬鼻子哪有我呀？这垃圾场子呀，完全影响不到我。郝帅竟然在和他的狗聊天，这狗一直汪汪叫，好像能听懂郝帅的话一样。真聪明。你还要帮我赢个热吻呢？你又说这个，早知道就不跟你们进场。我有说过是和你吗？哎呦，我打死你啊！打死你啊！之前我跟平常一样，看有什么值钱的东西没有，我的狗突然就叫了起来，我
我以为有什么好东西呢，结果我的亲娘是个大脑袋，头发很长，在那瞪我。对，就是在那儿看到的。当时也吓到我了，我晚上都没有睡好。哟吼，又来一个人提供线索。我们当时也试着用警犬找过，但这垃圾场的味道实在太大了，影响了警犬的嗅觉。再加上这垃圾场周围连个监控也没有，还有9条路都通到这儿，太难了。谢谢你，真是个好人啊！哎，你还能不能提供其他线索呀？有，那一车垃圾有一个范围的，我想提醒他，听不懂啊。你把范围给我圈出来。你真能跟狗对话？怎么样，厉害吧？真的假的？一点不科学。难道他也研究过动物，能从他们的行为模式搞清楚他们大概的意思？哎，兄弟，范围给你圈出来了，靠你了。好嘞。这个味道和死者区域的味道一样，它们是一起的。这好像是伯爵 Possession 手镯，好几万一个。豪哥，这里还有一块，就这2个位置味道重，其他的没了。你的狗怎么这么厉害？比警犬都厉害！我们遗漏的尸块和手镯，这是重大发现。有了这个手镯，或许就能确定死者的身份了。喂，郝帅，有事吗？队长，重大发现，在碎尸案现场找到之前没有出现过的尸块，还有手镯。什么？快带回来！阿宝，我带人去接你，继续勘察现场。郝帅凑巧破了个案子，都不知道自己姓什么。现在上面给我们压力，让我们尽快侦破碎尸案，都是他惹的。吴副队，郝帅破了杀人案，怎么看都是件好事吧？你怎么这么说人家？难道凶手上面有人？我们都别去捉凶手了。这捉凶手是没错啊，可现在碎尸案压力大，也是他惹出来的。他要是跟大家一起众志成城破案，我能对他有意见？哼，这小子仗着自己破个案子，也不知道带张一涵干什么去了。这没准啊，翘班约会去了。所有人，给我出警！郝帅在案发现场发现了之前遗漏的尸块，还找到了死者的手镯，这属于重大发现。出发！靠！他去了现场，还找到了之前没找到的东西。之前那么多警犬，那么多警力，什么都没发现，他凭什么？不会是随便捡点东西就当受害人的了吧？经过法医进一步确认，死者骨龄为24岁，身高大概160到175之间。经过衣服里残留的少量皮屑，鉴定出死者的衣物为礼服。目前正根据材料和款式排查品牌和编号。这个是我们最新发现的死者首饰，确认为死者所戴。经过伯爵公司技术人员的鉴定，手镯是真品。来购买手镯的人多为30岁以上成熟女性，所以如果24岁的女孩来购买这款手镯，一定会很显眼。目前这个手镯是我们最好的突破口。这个残忍是他随便捡的手镯，结果是死者的。郝帅、张一涵，你们2个继续跟进手镯的线索。是。后续跟进对他，那这案子破了，他又是逃过。靠！之前我带人2天2夜没合眼，就这么被摘了桃子，一群饭桶！这么显眼的线索竟然没找到，让他找到。警察，这款手镯
是你们这儿卖的吗？我查一下，这款手镯刚到3个月，比较贵。设计上不是很讨喜，所以买的人不是很多，总共才6个。这20多岁的，我确实记得有这么一个姑娘，20岁左右。你能具体说一下吗？她多高？什么时候买的？查到了，她叫黄佳怡，她是上个月下旬买的，身高大概在1.65米到1.75米。我不确定她穿没穿高跟鞋。喂，队长，找到了，名字叫黄佳怡，手机号呢？我现在发给你，你帮我查一下她。谢谢啊。找到了，黄佳怡，女，25岁，中专学历，家庭条件一般，18岁外出打工，无业游民。行啊，不愧是我喜欢的。这条件看起来让人这么很普通，那怎么能买得起这么贵的手镯？这你就不懂吧？查他开房记录。队长，帮我查一下他的开房记录。从开房记录所在酒店来看，他是跟着霍伢子的。原来是这样啊！那我们之后怎么查？去他的住所。他不是已经遇害了吗？哎，这款手镯是戴在死者手上的，但不一定是他买的呀。这黄佳怡的大哥霍伢子是跟我混的，碎尸案发生的时候我还没死，他出事了，霍伢子不可能不告诉我。走。不在家，或许他就是死者。他家有人！他家有人！我能和狗对话，还能和鸟对话。哎，他什么时候回来的？这不是鹦鹉吧？就算是鹦鹉，他也只能学你说话，又不能很清晰的跟你对话。早上回来的。那期间有没有人进来？有2个男的，进去之前好开心，出来的时候好正经。我跟你说话听没听到？这鸟叫，你能分析出什么来啊？哼，不懂了吧？能分析的可多着呢。开门，表了你家了。警察，你们有什么事啊？我没报警啊。我们查了你的开房记录，怀疑你卖淫。我不是，我没有，你们别乱说。啊！卖淫不是什么大事儿，顶多关你几天就出来了。不过嘛，你大哥霍伢怎么说了？你不仅卖淫，还杀人碎尸，这可是重罪。准备好下半辈子在监狱过吧？我怎么可能杀人？他诬陷我。这个镯子是你买的？他咋会在你这儿？这个手镯是你买的，却出现在了碎尸案的受害者身上，被我们找到了。再加上你大哥的口供，确定你就是凶手。业主如山，跟我们走一趟。这个手镯我确实见过朋友了，但我没杀他呀。他前2天跟我说要去参加一个重要派对，找我借了这个手镯，到现在都没见人影。我还以为他是被大哥包了几天，他真死了，真不是我杀的。那他叫什么名字？身高、年龄，出去的时候穿什么衣服？朱兰兰，25岁，身高165，那天穿了个红色连衣裙，有点像礼服，这怎么办呀？我要被抓走了。要是我办的话，得把他带回去慢慢润。郝帅把所有步骤都省略了，直接问出了死者的全部信息。
喂，队长，死者身份确认了，这个手镯不是他买的，是他借的。死者名叫周兰兰，详细信息我待会儿发给你。我现在和叶寒在他那住所，她和黄佳怡一样，都是失足女，在合租。哈哈哈，太好了！他妈的，终于有重大突破了！郝帅，干得不错，这次你又立大功了。这样，我马上派人去那调查取证，你等着。大家听我说，有突破性进展。郝帅确定了死者身份，找到了死者的住处。太好了！太好了！终于找到了吗？好这好样的，不愧是警校毕业生。一组跟我去死者住处取证，二组通过调查死者身份，查清他死之前做了什么，找到所有行车路线。三组配合二组，找到路口上所有的监控。是。出发。我们已经找到了周兰兰参加的派对，不过暂时还不能打扫进舍，得去里面探探情况。郝帅、张雅，你们两个已经做了很多，可以选择休息，也可以选择继续调查。我尊重你们的决定。我愿意继续调查。我也愿意。好。原来是这里。我死之前在这外面看过场子，里面的情况知道的还真不多。蓝玉也不让我多问。我看进去的人都有邀请函，我们没有，怎么办啊？邀请函不重要，之前说的找到了新的线索，你就亲我一口，还算数吗？亲我一口，还算数吗？那是你说的，我可没答应你。竟然骗我！你这个坏女人，伤心了。你不是来干正事儿的，你再这样，我不理你了。害羞不是抗拒，离沦陷也不远喽。哎，正事儿太简单了，走，跟我来。你干嘛？都是为了任务。你想想那些无辜的死者，再想想那些逍遥法外的罪犯。你现在扮演的是我的女伴，要是装的不像一点，露出破绽，惊到了凶手，我们的努力可就全白费了。那好吧，那你别趁机占我便宜啊。刘总，好久不见呀！你也来这儿玩？最近海鲜生意怎么样？这谁呀？最近 party 上、酒会上打过招呼的？哎呦，这女的还挺好看的。哈，挺好，挺好。嘿嘿嘿，你也来玩啊？对呀。刘总，我听说这有个新玩法，只有资深会员才能进。我告诉你，你别告诉别人啊。什么新玩法？来，这就是你说的办法？厉害吧？我们是警察，不是流氓。哎呀，来这儿的人都不是好人，对付流氓就该用流氓的方式。为了那些受害者，我甘愿受处分。他确实不一样了，虽然方法有些过激，可这都是为了受害人，还挺有担当的。等等，你怎么知道他姓什么？我之前见过他，我认识他，他不认识我，一个警察。我总感觉他身上有好多秘密，知道过好多我不知道的东西。来，搂住，宝贝儿。
都是装的，你别太过分。当然，君子这个词儿就是形容我的。走。请，先生，请出示您的邀请函。请上交手接后进入。真麻烦。请。大家好，我叫陈吉乐，是今晚 party 的组织者。希望大家在今晚玩得开心，玩得痛快，大胆玩，放开玩，让我们嗨起来！来起来！找到了！哎，我的邀请函呢？我操！敢拿我邀请函！你们给我等着！你们谁啊？要干嘛？请跟我们走一趟，带走。走！你这批糖的质量不错呀，再给我来点儿。我弄好大劲儿才弄到。行，钱不是问题。来，来一杯。开心。庆祝我们合作成功。两位美女，长夜漫漫，怎么不找个男伴？你都带着一个了，还来和我们搭讪？唉，一个哪够啊？我一晚上能打7个。不行啊，一张邀请函只能带2个。帅哥，你的份额是多少？猜啊！他怎么这么熟练？如果你愿意多给我们5颗的话，我们2个晚上可以一起陪你啊。竟然是个贩毒集团，难道是世人一直没破那个毒品大案？怎么回事？查个杀人案，怎么查出贩毒来了？该死，我们手机都被没收了，这怎么叫治疗啊？5克有点高啊。对了，我上次来有一个叫周兰兰的，把她也叫来。你们3个一起还行。他跟我们哪有可比性？我们只是偶尔来的良家，他呀就是个卖的。什么？他跟我说他是学生妹啊？哼，架上学生也是学生吗？他就是会化妆，加上灯光一闪，显得年轻，都不知道出来卖了多少年。帅哥，你这是有大餐不吃，吃到臭豆腐了。操！耍老子！老子一晚上给他2万呢！能找到他不？找到他，我要找他算账，把钱要回来，都给你们。我们之间不能留联系方式的，不然就是坏了规矩。行，那你们先等着，回头再找你们。我先去找那个负责人算账。什么玩意儿？这地方谁都能进。啊，好帅！我们出去叫增援吧，这是个毒窝呀！出去叫增援？我在这看过场子，期间都没人来查过，警察、突击检查都被挡回去了，怕是上面有人。而且这里只要开场不结束就不准走，我没有看到有人出去，没有手机接不了电话，没有理由出去。如果贸然出去，就会打草惊蛇。只不过还是要想办法用电话通知外面。客人的手机都被收走了呀！他肯定有手机。来，兄弟，抽烟。客人，请不要在这里逗留。客人，这狗咬人。放心吧，我是专门训狗的。这狗看着品相不错呀，是他坐着的那个人的行动轨迹吧？知道，他再待一会儿就下来了，会回走廊尽头的房间。客人，请前往休闲区，你待在这儿，我们很难走。
好，好，好，我就看这狗挺帅的。跟狗打听到有用的消息了吗？打听到了，我们先去员工卫生间换身衣服，都换成保镖的。你知道卫生间在哪儿？当然，狗都告诉我了。走，来。这厂子规矩真他妈多，不让带手机就算了，我们上个厕所都得排队上，这都能理解，为什么每次都得一男一女啊？第一次来啊？啊，蓝宇不是出事了吗？郝帅那组被我们给替了。男女是因为2个女的在洗手间会一起聊天，男的会一起抽烟，都耽误事儿。这规矩是多，钱也很多，习惯就好。走。真没事儿吗？放心，只要耳机里一响，你就说老板有事儿，装着急，然后挂断。我们这个身份用不了太久。走。陈少，怎么样？有什么问题？各区没有问题，来宾没有人带电子设备。好，回屋告诉各组，准备发糖。是。你们2个哪组的？干什么的？我们以前是跟猴子的，现在跟六爷。老板让我们跟着，我他妈哪知道干什么？要不你帮我去问问？进去吧。你们他妈干什么吃的？那里有鬼不知道吗？把所有人给我聚集起来，给我严查！说。把他们俩给我抓起来！老子就在疫区走到这儿，都给我过来！没事吧？没事，幸好有你，追！操你妈的！妈的！罗导，妈的！拿着他们！你没事吧？有你最近的人，你吹牛排！这家伙他妈什么人？你请的保镖在道上都是最能打的了，一个打了多少个了？真当老子是软柿子呢啊！老子可是跆拳道黑带，给我死！进！我传！吓死我了！他竟然有枪！幸好，幸好，就你这花拳绣腿，我打黑拳的时候打死过100个呢。黑带手有枪是吧？啊？跟老子玩硬的！别打，别打！我爹是陈雄，陈雄！陈雄？你爹是挑完老子都不好使。
张队，这里是毒窝，自卖毒品，人赃并获，队里有内鬼，把我和一涵进来的消息告诉这混蛋了。我这就带人来，保护好自己啊！好。一涵，捡枪！不许动！把他们控制起来！三队，给我去支援郝帅！是。阁下，不许动！老实点！挂起来！这都是你拿下的，好小子，我真服了，真跟我们重案3组长脸。队长，你轻点儿，这孙子又是枪又是毒的，可太危险了。这到底什么情况？还有，你说的内鬼是怎么回事？我们来的时候，发现这里是个毒窝，所有人都是来买冰的，难得有固定份额。之前芝兰兰就来过这儿，不知道怎么就出事儿了。哎，本来我们能轻易抓到这孙子的，手机里有这样一条消息。这件事我会查个清楚，给你个交代。这贩毒案已经连夜审了，证据确凿，他们没得辩。不过周兰兰的碎尸案还是没找到，客人不认识他，保镖也不认识他，那些女孩倒是有几个认识的，但是也没关注啊。他们那种地方根本不可能留监控。那些狗呢？狗暂时关起来了，找狗干嘛？人不知道的事儿，狗未必不知道。就是这儿。哎，认识他吗？认识请你吃牛排？见过，没注意啊。不认识。哎，我说这是干什么呢？难道他还能审问毒上？哎，认不认识他？认识的话，请你吃牛排。见过，他去洗手间就再也没出来了。有没有人跟他进去过？有，一个穿西装的，看着凶凶的，进去的时候穿着西装，出来的时候衣服就换了，带个袋子，袋子里面是女人的味道。哦，对了，他第二天又回来了，又带着个袋子，那袋子里面还是女人的味道。哪种西装？这个吗？这个？这个？哎，对，就这个。张队，那个人穿着高级保安制服，那种制服级别只有3个，他认出来了。啊？怎么搞的？跟你能听懂狗叫呀？少爷，陈家的厂子出事了。陈家？哪个厂子？钻石人间。老陈这么玩，出事是迟早的事情。幸好咱们在他那儿的股份呢，都是别人帮我弄的。没事，咱们把自己摘干净就行。换的是之前那个小警察，郝帅。怎么又是他？阴魂不散了是吧？上次他找我保镖的事儿，害得你丢了面子，我还没找他算账。他咋找我来了？喂，岳龙啊，怎么想起来给我打电话了？老爷子还好吧？之前还挺好的，这不，最近又被事儿给气着了。哟，谁敢惹老爷子生气啊？钻石人间呗。现在在咱们市，居然还有人敢贩毒。要我说呀，那就是之前打击的力度太轻了。是，之前呢是我们的工作不到位。这事儿啊，也不能全怪你们。要我说呀，是他们隐藏的太深了。哎，不过我听说呀，你们办案的那个警察，居然为了一张邀请函，把路人给打了，混进了那个钻石人间的酒店，还打伤了2名普通的工作人员。你说说，这么办案的，
谁分得清咱们是警察局还是黑社会啊？月龙啊，你放心，我一定好好的敲打敲打他。是他，就是他！他当时换了衣服，味道没变，他身上还有那女人的味道。刘洋和我之前一样，也是个大哥级的，我们还挺熟。他辨认了，他身上有周兰兰的味道，就是他杀了周兰兰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？周兰兰是谁？我不知道。我承认我是在那家酒店看场，可是我也不知道他们干什么呀。我要知道他们贩毒，打死我也不接这活。你们不能什么脏水都往我身上泼吧？一条狗冲我叫2声就给我定个新罪名，哼！我要找律师。我要找律师。出来一下。你确定？他身上残留着周兰兰的味道，你信不过的话，你就找咱们警队的警犬来一起辨认。如果信不过他，你总该信我们自己的警犬吧？喂，赵局。长官，你来一下。是。赵副市长找我，他是赵瑞龙他爹提拔上去的，这时候找我，怕是没憋好屁。这样，你赶紧顺着这条线查，啊，要真凭实据，光凭味道没用。是。刘洋，你不会觉得我们什么都查不到吧？把他带到审讯室。是。走。哼，碎尸案我做的天衣无缝，星星扣在我头上。去钻石人间的保镖这里连一个干净，你们就慢慢查去吧。唉，刘洋，只要等一会儿，就会有人带着警犬和周兰兰的遗物来找你辨认味道。你现在认下来，还能给你个宽大处理。就算我身上有那什么周兰兰的味道，那又怎么样？那只能证明我跟她接触过。去那儿的婊子那么多，我哪知道我跟谁接触过？周兰兰丢的东西不只是一个名贵的首饰，还有项链、戒指、包，这些可都是值钱货。垃圾场没有找到，8成是在你小子这儿。怎么，想躲风头过后去销赃？是去老鬼那儿呢，还是顺子那儿？他怎么知道销赃的地方？这警察有点东西啊，不能被他抓住。哼，警察叔叔，说什么我听不懂。行，那就说点你能听懂的，让我猜一猜你的几个能放东西又不引人注意的秘密据点。是幸福小区3栋402，还是艾森公寓819？哦，或者是你养的那个情人乐乐，他那儿也能藏东西啊？你怎么知道我的秘密基地？妈，说坏话！郝帅说对了，他怎么知道的？孙子便宜你了！当初我派人查你，跟你是想套你麻袋来着，现在用到正地方。
周兰兰那天带的贵重物品找到了好几样，你是怎么知道他们的据点在哪儿的？我是有内线的，他可是知道挺多的。你的内线到底是什么呀？怎么这么厉害？之前在钻石人间，谢谢你啊。哪有这么道谢的呀？你想得美！郝警官，证据取证完毕，确定是周兰兰的，警犬和指纹都指向这里是刘洋的居所。周兰兰的金项链和包上都有刘洋的指纹，证据确凿。好。哇塞，果然如他所说，好牛逼啊！我的神！乖呢，这个碎尸案这么久了还没有破，这速度啊太慢了。如果说你感觉到有压力，就交给别的队去做。还有这个郝帅，办事不讲究流程，又是打路人，又是打酒吧的管理人员。他如果把案子破了也就算了，结果呢，碎尸案没有一点进展。要我看呢，实在不行就让他休息休息，再学习学习。就是因为赵瑞龙，我都怀疑这钻石人间是你通风报信。等我有证据，第一个把你抓起来。赵局，碎尸案已经接近尾声了，你这个时候把案子交给别人，谁能服气？是，郝帅办案是激进了些，可他刚破获了一个贩毒大案。长官，上面要求我们破的是碎尸案，不是运毒案。他破了案，说明他运气好。如果他运气不好呢？破坏了缉毒警的布局，而且让人家的心血付之东流。像他这样的人，目无法纪。我看他需要反省反省。有关他转正和奖金的事儿，先放一放吧。什么？酒吧杀人案的奖金还在卡？这个不是卡奖金的问题，这个是培养他。我也说了，等这个碎尸案破了，一块儿发放嘛。赵局，这两个案子是两码事吧？立功了，怎么都该有奖励，要不然以后让一线警员还怎么开展工作？立功了就要奖励，亏你说得出口。你是警察，我们不是为了奖励，我们是为了破案。再说了，我也没说不给啊，我说等两个案子破了，一块儿发放。你刚才说要把碎尸案交给别人，这两个案子怎么一起破呀？碎尸案交给别人，是你们能力不足。喂，郝帅，怎么了？队长，在刘洋家搜出了财物，上面是刘洋的指纹，证据确凿。好，太好了！郝帅，这次你用力打工了，等你破案，我要给你庆功。报副局长，上面让我破的碎尸案已经破了，判定奖金的流程可以快些。还有，郝氏虽然冲动，可他都是为了人民的安全。你不让这样一个破了3大案的功臣转正，还让他休息，如果您觉得合理，那就下达正式文件吧。郝帅同志，鉴于你在碎尸案、蓝莓酒吧杀人案、天上人间贩毒案这3起案件中做出了重大立功表现，经过上级慎重考虑，可批准你提前完成实习，正式从学员警衔升级为2级警员。郝帅同志，也感谢你对我们缉毒工作的支持。你不仅是3队的功臣，也是我们的功臣。这是我应该做的。好好努力啊！是，队长。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，我要感谢队长的栽培，还有大家的帮助。我还要特别感谢张一海警官，没有他，我没法做这么好。这人说什么呢？没做多少事儿，都是你做的。哎，开始上工了。你们是不是在一起了呀？我们没在一起，就只是搭档而已。害羞了啊？这小子可以啊！郝帅太大胆了，完了完了，大家都误会了。
相国，你们队的好帅，你了解吗？这个年轻人连立3功，是个好苗子。但是我听说这个人办案不太讲规矩。老姐，我先说说蓝莓酒吧杀人案，郝帅就是凑巧碰上。你说碰上就碰上吧，他还不呼调支援，强逞个人英雄主义。毒品案他也是凑巧碰上，在办案过程中还打了路人，抢了人家的邀请函。这幸亏是碰上毒品案，要是普通聚会，他为了邀请函这么干，这作风跟黑社会有什么区别？这个重案组啊，还得需要像你们这些有经验的老同志坐镇，才能让人放心。这个新人啊，该磨练就得磨练，刚急一时。是，周局。这以后啊，再有其他案子，让他跟在老同志后面，多学习学习老同志的办案方式，别总按自己的方式去做。警察的责任是破案，是为人民安全，不是让他成个人英雄主义。懂了，就是让他边缘化，不让他参与案情。如果抓到他胡乱办案的证据，就给他处分。明白，周局。这望远镜真棒，对面情况一清二楚。算时间，那个女人也该回来了吧？嘿。警察同志，我要报案！外面人干什么吃的？这里是重案组，什么人都案不发。外面人干什么吃的？抱歉，吴队长，这位先生跑太快，我们拦都拦不住啊！队长，要干什么？杀人了！我看到血，好多血！三队，出警！把门放开！这是什么怪味儿啊？出息，这不就是花露水的味道吗？现在是在职警犬，可不是以前的土狗啊！这就受不了了。不是花露水，比花露水难闻，比垃圾场杀伤力还大，太难受了，我鼻子要失灵了。难道是掩盖血迹的化学药品？能不能坚持一顿牛排？能。这是你说的命案现场。我明明看到窗户上溅的全是血的，难道被凶手处理干净了？报告，什么都没发现。这里有发现。走。我去！没错，就是这个女人。到底怎么回事？其他警犬都不敢进来。豪哥，这人头有牛血的味道。死者叫李敏，死亡时间大约是3小时前。凶手用钝器击打头部，再用刀去割掉头，割完头烹煮，然后用保鲜膜包裹，塞入了报纸里。凶手用化学药剂清理了现场，掩盖气味和清除血迹。凶手做了这么多，完全有时间将头颅转移，可是他没有。由此可见，凶手是个自信的人，他这是在挑衅我们警方。小张，你说一下死者情况。是。李敏是互联网公司的项目经理，性格强势开朗，平日里和同事的关系不好也不坏，生活上和同事没有太多交集，仇杀的可能性不大。通话的记录大多是工作层面的问题，情感上她没有男朋友。这个案子目前没什么头绪，大家都发散一下思维。队长，我有线索。什么线索？李敏没有男朋友，不代表没有情人。
也未必只有一个手机，可以往这个方向去调查。还有，我的布鲁斯在他的脖子上闻出了牛血的味道。开什么玩笑？狗能闻出牛血味，我信。我还能告诉你牛血味。你们怎么交流啊？写信还是托梦啊？我看你是神志不清了。给我回家，好好休息。瞎子，没你什么事了。我也走了，我也先走了。没有男朋友不代表没有情人，这倒是一个好思路。还有，凶器上大概率是杀猪刀这种大型刀具。虽然说牛血会有些不靠谱，可凶器线索应该没错。现在这条思路是我的了。我们俩就这么被放假了。想立功吗？立功？怎么立功？这案子还没什么头绪吧？有头绪。吴建国不相信我能听懂布鲁斯说的话，你应该相信吧？哼。死者脖子上确实有牛血残留的味道。宰牛刀常年杀牛，血腥未重，就算凶手把头煮熟，也逃不过狗的鼻子。宰牛刀出现概率最高的地方是屠宰场。哈，刚才我们在农贸市场逛了一大圈，布鲁斯还没找到熟悉的味道吗？没，所以我们要进屠宰场看看。那我们直接进去？我们用警察的身份进去，太容易打草惊蛇。那怎么办嘛？翻进去。这么高？你踩着我的肩膀上去。走。啊！我能上来，你怎么办啊？老大！我忘了我穿裙子了，是个流氓，这个角度什么都看到了。你还看？我什么都没看到啊！哎，等巡逻保安过来，就一拳把他打晕，把他们保安服脱了。又这样？一切为了破案，要到时候下手轻点。我刚刚换衣服的时候，你没有偷看吧？我怎么可能没看啊？我可是正人君子。还等等，你刚刚说你怎么可能没看，还是怎么可能看了？我没听清。哎呀，正事要紧，看看时间，他们应该刚下班回宿舍。这样，我去男宿舍，你去女宿舍，就说检查宿舍安全，看看有没有异常。你好，我是这里检查的，最近有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？啊，没有发现。谢谢你配合。检查。站住！有事，这里有情况。站住！站住！跑啊！咱们接着跑啊！我只是偷了点钱，杀人的事我想都不敢想，求你们不要抓我，我知道我错了。你怎么知道有杀人的事啊？喂，队长，曹操有新线索。什么线索？你不是放假了吗？多亏了你啊，要不然我们都不知道这第二起案件。说说吧，怎么发现的？
我和易涵顺着凶器的线索找了几家屠宰场，伪装成安保人员排查问话，发现了一个女的被吓跑。找到她的时候，她说她只是偷了东西，没有杀人。我一想，感觉有点不对劲，就在审讯的时候抓了抓她。她怕她要有杀人的罪名，全招了。易涵那有记录。易涵，吴英就是一个普通的仓库职工，平时贩卖点肉制品。这次的死者杨娜是他的熟客之一。前天吴英正常给杨娜送肉，到这发现门没有关，进来之后发现了地上的鲜血和人头，因为害怕逃离了案发现场。死者杨娜，普通职工，28岁，没有恶劣的人际关系，有个男朋友，他们感情很好。她死的时候，男朋友正在外面出差，没有时间作案。等等，他看到了鲜血和人头，也就是说，他看到了完整的案发现场，不是被处理过的案发现场。我刚要说，他只看到了凶手的背影，看了一眼就被吓跑了。凶手身高1.65米左右，偏矮，身材健壮，右臂比左臂粗一圈。好，既然看到了凶手，这两起案子作案手法一致。估计是同一人作案，幸好你有责任心，邱家里也知道查案。那个，我是看郝帅太辛苦，这才让他消遣消遣。郝帅运气好，随便抓个小偷，正好碰上了。老吴，这可不是运气好啊，郝帅是顺着凶器这线索查到屠宰场的。哎，我记得当初你是第一个提出来，凶器不是杀猪刀就是宰牛刀的，你怎么没顺着线索好好查下去？我顺着另一条线查了一查，李敏没有男朋友，但她有不正当的社会关系，她和有家庭的下属乱搞男女关系。是个新的方向，还是你经验足啊，这都想到了。那是小好的建议。浩哥，这里有酒的味道，混蛋，是洋酒。你说那瓶酒就2家酒吧有，自己喝了1瓶。洋酒，一会儿找你辨认品牌。走。哎，郝帅又跟狗说话了，我就看他这样，才觉得他神志不清。老吴，郝帅真能听懂狗说话，之前的线索就是这么找的。那碎尸案的结案报告你没看吗？这个位置之前是我的，不知道的以为你成副队长。这次解说你混进屠宰场拿保安的事，说什么都让你被捉。根据布鲁斯辨认以及法医报告，死者杨娜生前没有喝酒，且家里没有存酒，她家里有名贵洋酒的味道，很淡，这一点可以作为佐证。一涵，说一下你调查到的其他线索。经过调查，李敏、杨娜性别女，都是普通人，她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，就是都存在着不正当的男女关系。李敏和她的下属杨娜和一个40多岁的老板，他们还存在着一个共同点，就是死前都曾去过魅影酒吧。经过鉴定，那瓶名贵的洋酒为小众酒，目前在本市只有蓝莓酒吧和魅影酒吧进过货。之前我们查案就陷入了误区，总以为杀人者大概率是屠夫，可经过排查之后，我们发现屠夫犯案可能性极低，所以我们就把重点锁定在了杀人者不是屠夫，而是以前做过屠夫。经过调查，魅影酒吧老板之前就是屠夫。好，好，郝帅，你继续跟进，试探一下魅影酒吧老板，如果他有问题，就把他抓回来。酒吧老板在社会上摸爬滚打多年，经验丰富，我怕郝帅应付不来。这样，这次我和郝帅搭档。两位有预定吗？预定？老子喝酒从来不预定。我找你们老板，告诉他老朋友来了。
老板，有人找。身高1.7米，健壮，就是他。武老板，好久不见啊！这个好帅，一天天没个正气，连小辈儿都没有。哎，我们认识吧？哎，我之前啊跟蓝莓酒吧的好帅是兄弟，我记得咱们几个一起喝过茶。当时啊，我想请教蓝宇开酒吧的诀窍，妈的，这老东西不教我，现在还进去了，我这没辙呀，只能来找有过一面之缘的您了。还真是杀猪刀或者宰牛刀一类的利器留下的刀伤，他一定当过土匪。不过他的身高有点不对劲啊，不是说165吗？吴老板，我这儿开酒吧呀，和您位置不冲突，以后我要多多仰仗您了。哦，这个是我二叔，想投个200万，就心里没底。跟好帅玩的？那你认识老鬼吗？老鬼？操！我跟顺子拜过把子，别让我遇到他，要不然我弄死他。好，走，包间聊啊。行。你们乱七八糟说的什么呀？老鬼是谁？黑话，看看是不是道上的自己人。我之前审犯人的时候，犯人说的。我审了这么多年，怎么没听说过？可不是因为我长得帅，他们愿意告诉我。待会儿你先试探，听我指示。我这么多年的办案经验，让我听你个毛头小子的指示，你真当自己是队长吗？老哥，聊的也差不多了，你觉得我这酒吧叫米娜怎么样？我前女友一个带米，一个带娜，正好让他们名字命名。兄弟，看来你还是个性情中人啊。不过说实话，就你起这个破名字，对你的酒吧这个生意来说都没什么帮助。郝帅直接拿受害人的名字试探都没反应，这凶手心理素质太好了。他方面对这个酒吧的吸引力啊！你下一步打算对谁动手？兄弟，你说什么呢？这个2次挑衅我们警方，还把受害人脑袋藏在抱枕里，你可真有想法！好，小子，追！哎，站住！站住！别动！站住！好，老吴，你慢点，你岁数大了，我去追他。不能进去。这孙子跑得太快了，先练长跑了吧。好帅，躲开！老吴，妈的，你个老家伙吵什么呢？是也是看我不顺眼吗？我看你不顺眼，是因为我心里有别的的。可我是警察，抓住他。喂，救护车！118后门，快！老吴，撑住！
有枪是吧？老子一枪崩了你！老吴，你不要动，救护车救援队马上就到了，没事的，没事了。帅，记住，你是一个警察，不是黑社会。你要是开枪，你就犯法了。知道，我知道，不开枪的。老吴，郝帅，这怎么回事？老吴怎么中枪了？救护车呢？救护车呢？不怨他，是我自己找的，激怒了歹徒。我不知道歹徒有枪，好在抓住了他。我这个副队长没丢人吧？没丢人。老吴，你是我们警局最棒的，你撑住！让那个孩子孝心照父警察。老吴。吴定不松口，不过我们在他家里找到了作案凶器，受害人的尸体，他身上的枪是钻石人间流出来的。郝帅，郝帅，怎么给我振作起来！老吴的命搭在这案子上，你这样对得起老吴吗？啊！带上布鲁斯，跟我去现场。老吴，你可以安息了。现在证据确凿，凶手一定会被绳之以法。浩哥，这里没有那个男人的味道。真的假的？他有一阵没来这儿，这里也有第二个受害者身上的酒味儿。队长，布鲁斯说这里没有武丁的味道，什么意思？你说这尸体是假的？那武丁房间里那么多指纹也是假的？队长，我是因为我死的，我比任何人都想要破案。如果你不信，可以让其他警犬去问。不过，那房子是武定的，刀是他的，酒也是他的。就算这件事情不是他做的，他也脱不了干系。不然，他不会有那么大的反应，直接逃跑。喂，老鬼。不买理财，不买保险。我是郝帅生前拜把子兄弟。如今郝哥挂了，我碰到点事儿，帮我查个人。说什么呢？我听不懂啊。9998块，已经扫给你验店的收款码，备注是魅影酒吧老板武定。什么乱七八糟，喝多了吧你？既然我被你们抓到了，我也就不藏着掖着了。人就是我杀的，你还在隐瞒，人根本就不是你杀的，你到底在为谁遮掩？我都说了，人就是我杀的，没有隐瞒，也没有为谁遮掩。我持枪杀了条子，本来就是死刑，
有本事你们多枪毙我几回！这是你老婆，孩子，情人，情人的孩子，信息都在这。怎么，你一个警察，难道要拿我的家人威胁我吗？我是警察没错，可你杀的那个人是我的师傅，我大不了为他脱下这身警服，到时候他们最后气到我只杀2个就被警察抓住。郝帅，说什么呢？怎么回事？这个人的眼神不像一个警察的眼神，倒是像黑道的打手，真他妈邪性！你以为你护着的那个人跑得掉了，我既然能买到你老婆情人的消息，就能买到其他消息。现在是黑白两道都要动你。你那个别墅住了谁，我们一查就能查出来。要是你主动供出人来，我可以不动你的家人。你要是还想死扛着，行，我他妈就让你知道，我这身警服，我他妈能干出什么事来！啊！我说，前几天我认识的妹妹刘兰忽然来找我，说在搞科研，让我借她个地方，然后借给她点钱，要买化学药品。你们一说别说，我都知道是怎么回事了。但是我心想，反正我都已经栽了，那不如靠我自己身上，还能拜托他照顾我的家人呢。真炸出来了，化学药品。对，凶手应该杀人现场的就是化学药品。你没杀人，那我们抓你的时候为什么要跑？我以为你们是为了钻食人间的事啊！我确实进过货，也卖过，我还卖把枪。凶手的信息我们已经查到，刘兰，38岁，曾经和武定都在屠宰场工作，救过武定的命。武定认他当妹妹。我们通过摄像头和大数据，已经锁定了他的行动轨迹。郝帅，让一涵去他现在租的房子。小王，你跟老孙去他工作的地方。小李，查他去过的化学药品商店。所有人，出警！是。郝帅，你怎么还会这个？技多不压身。搞定。走。这人也太狠了吧！有受害人的生活照，还有这么多他们死之前的照片，还有受害人和情人幽会的照片。这2个受害者都有一个共同点，就是都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。好哥，气味很熟悉，就是这儿。等等，好，一定是下一个目标，快找出他的身份。队长，确认是凶手住宅，这里张贴着受害人照片，还有他的下一个作案目标。郝帅，做得好。凶手呢？他在吗？不在，应该是察觉到了什么，避开监控离开了。我帮他去找下一个目标。叶涵已经把照片发过去了。叶斌，抓警察。好。找到了，孟娇，26岁，住在丽江大厦的出租公寓，电话号码是这个。喂，哪位啊？警察，快告诉我，你现在在哪儿？公司还是家里？我哪知道你是真警察还是假警察？你和别人搞不正当的男女关系被发现了，你的朋友已经去杀你了，你的处境很危险。要是在家里，谁敲门都别开门；你要是在公
公司也别一个人待着。你别吓我，真有人在敲门。千万别开门！那个杀人犯找什么呀？我从监控里看是不是他？马尾辫，大小眼，皮肤有点黑，身高1.5米左右，右臂粗壮。现在是不是在家？对，我在家。别挂电话，我同事马上就过去。莫女士，莫女士，发生什么了？就在我家门口在砸门呢，我该怎么办？开门！别手！我的电话畅通，我们马上就到你家了。开门！开门！快点来！开门！我就砸开我家的门了。你先躲起来，能拖多久拖多久。你们快点来，我真的好害怕。住手！出去，别碍事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既然能找到我的行踪，是你自己带着，是我帮你带上。你就一副手铐，就想制服我？看见我头里边的家伙了吗？你的头塞进棒尘里，应该挺不错的。怎么回事？他不是警察吗？怎么都是阴招？小伙子，劲儿挺大呀！我干屠夫这么多年，头一次看到有人跟我比力气。还想跟我比这些？呸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没事了，别怕。老实点。好样的，我没有辜负老吴的期望。你好好休息几天，剩下的事交给我们。我不需要休息，我没事。帮老吴的家人照顾一下葬礼。刘兰都交代了，她就是屠夫，丈夫是屠宰场老板，本来日子过得不错，直到她发现了丈夫出轨。那时候的她选择忍气吞声，后来小三因为财务问题雇凶杀害了她的丈夫，我们抓了小三，也判了刑，但是刘兰觉得不够，应该执行死刑。在那之后，刘兰就投奔了武定，武定混得越来越好，开了酒吧，买了别墅。在这10年里，刘兰一直没闲着，学了无数的杀人方法，直到她觉得时候到了，就在武定的酒吧里专门挑有外遇的都市白领作为作案对象。武定知道后，非但没有报警，反而给他提供方便。这两个人渣！武定被抓后，刘兰就租了新的房子。他不知道是武定杀害了老吴，以为再次犯案，我们就会放了武定这个嫌疑人，所以快速进行了第3次作案。幸好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，老吴的在天之灵可以安息了。吴建国同志追悼仪式现在开始，站好，敬礼。重案3队
进去破获多起大案，先对3队进行全体嘉奖。张国安同志升为副局长。谢谢局长。原来的赵副局被吴队长的家人举报了。张志国同志升为副队长。在藏尸案中英勇牺牲的吴建国同志提升2个警衔。郝帅同志有重大立功表现，升为1级警员。小薇，做我女朋友吧，我会真心对你好的。死心吧，我是不会答应的。为什么？小薇，你想要的我都可以给你啊。我说了不答应就绝对不会答应。不是哥们儿，你这表白方式也太土了，都什么年代了，还玩玫瑰下跪这一套，能泡到妞才怪。我怎么做，关你什么事？哎呀！哎，小心！谢谢你啊，不然我就要摔倒了。你还不把我放开？抱歉啊，刚才看你看得太入迷了。啊，我呢就是偶然路过，你继续，继续，加油啊！蛋，我连手都没有摸过，你就把他给搂了？等等，这个人有点面熟啊。重案组好帅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哎，郝帅，你听说了没？我们警队要找来一个新队长，好像叫尹明志吧，还有一个新的实习警员。哎，那你说新来的警员，男的女的，叫什么名字啊？不知道。来了来了，新队长要到了，大家把仪容仪表什么的都整理一下，别让新来的队长笑话我们。帅，我知道你一直这样，但这次新队长来，好歹留个好印象吧。我是什么样就什么样，有什么好装的啊？这就是新队长，看起来好年轻啊，不能是哪个实习的走错地方了吧？他就是新队长。大家好，我是你们新来的队长，我叫尹明志。别的话我就不多说了。接下来还有一位新的同事要加入我们3队这个大家庭，让我们掌声欢迎一下。哇塞，真漂亮！大家好，我叫林蔷薇，是新来的实习警员，请大家多多关照。哎，欢迎欢迎，一定关照！太欢迎了！我知道你们3队之前很努力，破获过很多桩大案，但既然我来到3队，接任了队长这个职位，一定会做好，起码不能比张副局长在的时候差很多。所以我希望各位都像以前一样积极，把你整理的资料给我。我刚上任，就有难题上门挑战，不过大家也没什么好怕的。我相信，
只要我们一起努力，就没有什么破不了的案子。就在今天早上，我们东城一家东北菜馆里面，闯入了一个一双手和一条腿被砍断的男子。经过调查，该男子名叫刘坤，是一名造纸厂的员工。他于今天早上7点半上班的路上，被歹徒用迷药迷晕。随后，歹徒对他进行了肢解，却没有杀他，而是对他进行了止血消炎处理，让他能够逃走。张副队长，这个案子你了解吗？这不是新案件了，半年前就有3起相似案件，凶手似乎只是为了肢解受害者，享受变态般的施虐快感。这案子半年了，还是没找到凶手，没想到竟然又出来作案了。案件大家都了解了，我希望大家能以最短的时间内破案。我这个人呢，赏罚分明，只要您肯努力，就会获得相应的奖励。反之，那些不积极、不配合的人，我一个都不会轻饶的。妈的，这孙子搞针对啊！一上来就安排这么难的任务。你是说我们被针对了？肯定啊！你想想，这案子要查，就要查半年前受害人的资料，那些受害人都遭受过迫害，这警方半年了都没抓到凶手，这时候找他们沟通，是最难的一环。可是他为什么要针对你啊？不行，不能说实话，不然叶涵要生气了。肯定是他嫉妒我长得比他帅，又或者是之前那个看我不顺眼的副局长交代他的。你真以为我没有注意到？你看林蔷薇的表情啊。好吧，第一个受害人叫李真，高中老师，放学回家的路上遭遇了歹徒，凶手成功避开了所有摄像头，真可怜。走吧。来的不巧，好像不在家。在家呢，这厨房正烧着水，他能跑哪儿去？那怎么没人开门啊？无所谓，等他来关灶火，我们就烧窗户。好帅！你看什么呢？哎，别吵！这个女人这么年轻，不可能是李真的老婆吧？你的意思是，我们应该调查这个女人？好帅！好帅！哎呀，我正在看这个可疑的女人呢。叫那么大声干嘛？吓死我了！你口水都流出来了。姑娘，别怕，我们不是坏人。警察想找李真老师了解一下情况，你先给我们开个门吧。哦，好。请进。手没事吧？没事，只是烫了下。请问你是李老师的什么人？我是他女朋友。啊？这李老师今年38岁，你才20不到吧？他是我老师，我一直喜欢他。我知道他妻子已经过世很多年了，可我们之间毕竟是师生，我一直不敢跟他表白。一开始李老师不答应我，他耽误我。他碰到那件事情之后，人也变得孤僻，不喜欢和人相处。
是我执意照顾他，他才答应我的。那他现在在家吗？在家是在家，可他不会见你们的。有什么事你们问我也可以。老师醒了，我去看看。哎，你说这个李慧兰为什么愿意跟着李真啊？一个手脚不健全的人，除非是亲爹妈，真的有人愿意跟他生活吗？真的有人愿意跟他生活吗？这是人家私事吧 ？No No No， 和受害人相关的事儿就不叫私事儿。一个花季少女长得这么漂亮，为了爱情去照顾一个将近40岁的瘸腿残疾人，很奇怪。不好意思啊，老师不太想见客人，你们留个电话，等老师想见你们了，我再给你们打电话。不对劲，刚才在他家闻到一股烟味，很淡。可资料显示，李真不吸烟。那李慧兰吸烟也不奇怪吧？她吸烟不奇怪，现在吸烟的女生也不少。可是，她为什么要隐瞒吸烟这件事儿？我刚才观察了一下，他家没有烟灰缸，也没有烟头、烟盒。而且他倒个水都不擅长，还能把自己烫到，这像是一个照顾老师半年的人吗？那要这么看的话，确实有些奇怪。先去看看第二个受害者。第二个受害人叫谭爱华，开了家台球厅，他就住在里面。警察，两位警官来打球啊？开哪桌？我们不打球，有些事情想找你们老板谭爱华，关于半年前的案子。他早忘了，没什么好说的，你们走吧。不是，你们怎么都这样？你们一个个都这个态度，我们怎么找凶手？难道受害人就不想将凶手绳之以法吗？因为你们都是废物。你们再说一遍，我说错什么了？好事，别这样。一个案子大半年都破不了，来来回回就知道问，不是还和半年前一样的结局？破不了案就是废物。那你打台球打不过奥莎李玟，是不是该塞回娘胎里啊？案发后，我们每天只睡不到3个小时。那些实习警察比你年纪还小，我们比谁都更想要找到凶手。前几天为了破案，一个警察在街上甚至被歹徒枪杀。他们要是再敢乱说，你信不信老子豁出去不干，就像天天干一样？该问的让他们问吧。谭先生，最近这2天又发生了一起和半年前相似的肢解案件，我们有些细节想要找你沟通一下。半年前呢，我在妻子楼底下等他，忽然出现了一个陌生人，把我迷晕了，然后呢，我就成了现在这样。我说完了，你们可以走了。那你还有没有对凶手的印象？比如相貌、声音？等一下，叔叔说当初有1男1女的声音，之前你怎么不说？叔叔不觉得警察有破案的能力，他也怕我们被打击报复。我没想到你们为了破案这么拼，以为查不到就不管了，抱歉。谁让你把陶颖带进来的？真把重案组工作室当自己家了？不就是你泡妞失败被我撞见，至于这么小心眼儿吗？听说新来的队长想要追林蔷薇，好像失败了。就是那个新来的女神，听说特高冷，谁找她搭讪都不理睬。郝帅看到队长碰壁失败了，一边是队长，一边是咱们3队的大英雄，
他俩对上，咱可有的看了。一个个都很闲是吗？手上的工作都做完了吗？郝帅，不是我针对你，警察就该有警察该有的样子。我手下的警员不能有这种吊儿郎当的行为习惯，赶紧把垫子给我收起来。哎呀，好大的官威啊！局子里，你是老大。这下你总该满意了吧，尹队长？局子里的事儿，你说什么就是什么，但在生活上，你就管不着了吧？等这个案子破了，我就约林蔷薇看电影去。你要是把这案件破了，我就陪你看电影。你昨天干嘛去了？都没睡好？没事。你不会是病了吧？你要是病了就好好休息。你这种状态，查案够呛啊。都说了没事儿。好，最后一个受害人在城中村，别浪费时间，快过去。谁呀？警察，有点事儿。请来吧。这屋就这么大，就2张床，随便找地方坐吧。你们是为他的事来了吧？我是他哥张瑞雄。我们就站着吧，没事的。他怎么了？还能怎么？换做你被人砍断手脚，你也这样。那你跟他说话，他有回应吗？自打发生这件事儿，他几乎不怎么说话，别人跟他说话，他也不理。哎，我说你们警察这半年干嘛了呀？那么久都不破案，这要是早点抓住凶手，兴许他还能挣着钱，最起码给我们赔个10万8万，不然我这一天天的呀，又要上班又要照顾他，这日子都不是人过的。哎，你干嘛？我弟他不抽烟。他的中指跟食指都已经发黄成这样了，还说不抽烟，怕是给你添麻烦才说戒烟的吧？放心，我们现在已经找到了新的线索，很快就能破案，到时候就有钱抽烟了。等下，有等下，等下，乖乖，你终于是能开口说话了，我还以为你变哑巴了呢。想不到竟然有了新的线索。是张瑞金被运回肢解地的时候，迷药药效过去了，朦胧中看到了龙形金属雕像，还看到了凶手头套黑丝，身上一身黑，手很漂亮，是个女人的手，左手手背上有3个烟疤。你是怎么让张瑞金开的口？这些受害人多多少少都有些心理问题，张瑞金至今什么都不清楚，当初录笔录的时候也没录到什么有价值的信息。你知道枪后上的那些大哥，他们受伤了或者是老了，怕的不是死，怕的是没有人尊重。像我之前认识的一个大哥，躺在病床上，临死前就想喝口酒，可惜没有这样的机会。这张瑞金不过是想要正常人的生活罢了，也许只是一口烟，一顿饭。你懂得真多。那接下来我们怎么查？郝警官、张警官，你们怎么在这儿？哦，还是之前那个案子，我们需要调查。干嘛？一边说喜欢我，一边要约林蔷薇，还看人家大腿，是不是好东西？亏我以为你是好人。李小姐，这么巧，刚买菜回来？啊，
对，这个点儿菜比较新鲜。李小姐，你这么喜欢戴手套？李小姐，这么喜欢戴手套？个人习惯。我妈妈有洁癖，特别是手，一点污渍都受不了。她不管在家里还是外面都要戴手套，我也习惯了。郝警官，其实我刚好有件事情想告诉你们，关于李老师的。哦，他是想起什么了吗？昨天你们过来拜访后，李老师想了很久，最后告诉我一些细节。他被肢解前，隐约听到凶手说“城中村”几个字，不过他不知道是不是幻听，所以一直没敢说。在城中村，张瑞金告诉我看到了龙形雕塑，这意味着他被带到了龙湖小区，或者凶手就在龙湖小区。这才刚到龙湖小区，李慧兰又说城中村，有点意思。那来都来了，能借口水吗？好啊。我觉得应该对龙湖小区和城中村这2个地方进行重点排查，凶手很有可能藏在这一带。华帅，你怎么看？你是队长，都听你的呗。相较于龙湖小区，城中村的环境更为复杂，里面什么来路的人都有，很难展开工作。我认为凶手恰好就是利用了这一点，所以我决定同时对这2个区域进行排查，城中村作为重点排查对象。郝帅，你说我们这么查，能查出来吗？我们只知道凶手是一男一女，女的手上有烟疤，那就算凶手光明正大的站在我们面前，我们也认不出来，总不能挨个看人手吧？那你觉得重点在哪儿？尹明志觉得重点在城中村，但他不想让我参与到案件最后的侦破，就把我打发到这儿来了。那还不是你要岳林蔷薇？谁让那舔狗针对我？我真不好脾气，他搞我就气他，我气死他。至于林蔷薇什么的，等我破案了，我也不跟他去看电影，我就要让那孙子知道，他求之不得的女神，花钱买票请我去看电影，我都不去。真的？当然。原来就是为了气他。男人啊，怎么大多都跟孩子一样？看来是我误会他了。那你还是跟他去看电影吧，别把同事关系搞僵了。大不了中间隔一个座位。行，那到时候你坐中间。哎，你就这么确定我能破案？我觉得这难不倒你。你还没说呢，你觉得重点是在城中村？不，你觉不觉得烟疤女人这个组合很熟悉啊？可惜布鲁斯病了，要是有布鲁斯在，应该很快就能确定。其他普通警犬的嗅觉还是差不多。你是说李老师和李慧兰？可他们不也是受害者吗？问题就在这儿。唉，不重要了，很快就会有答案了。我在他家留了一支录音笔。喂，队长。郝帅归队，有重要线索。是。我们通过对城中村的排查，发现了一个可疑的人。这个人曾在肢解案发生前半个小时离开城中村，出现在了受害人被带走的街道。当我们找到他的时候，他在家吃着泡面。经过审讯，他不是凶手，只是一个道具师。重点是，这个人给我们带了一条非常重要的线索。他在前往受害人被迷晕的街道时，恰好发现了一个身穿黑衣黑裤、头戴黑丝袜的人上车。
我们调取监控发现，这辆车出现在龙湖小区，是一辆黑车。只要顺着这条线索查下去，就能够破获这起困扰了我们半年的案子。怎么感觉怪怪的？虽然我也觉得凶手出现在龙湖小区，且我怀疑李老师和李慧兰。尹明志得到的消息是一个人，之前的案子都是2个人翻的，还是雌雄大盗，这块还有怎么变成1个人？不行，这个案子有问题，我还是得去取录音笔。哎，明天和我一起去取录音笔。好。李小姐，案子破了，我们来道谢。案子不是还没破吗？他又在这儿。真的破了，凶手是谁？抓到了吗？李小姐，能让我们进去先喝口水吗？渴死了。好，进。郝警官怎么对我们家装修感兴趣了？哦，最近想买房子，随便看看。李老师，你怎么开门的？你之前出去的时候门没关紧。听说案子已经破了，真的吗？我们已经知道了凶手的身份，调查抓捕了。凶手是谁？这个就不方便透露了。凶手已经落网，归队。凶手已经落网了，看来这瓶水是喝不完了。带走，带走喝。案子破了，这人叫宋俊，19岁，凶器上的血液检测报告也出来了，就是受害者。宋俊说，8年前他把3个受害人带到龙湖小区肢解，最近又把受害人刘坤带到小区肢解。那辆车就是他的。作案动机呢？他说他有间歇性精神病，心情不好就喜欢虐待别人。但是医生说他没有精神问题，他就是个变态。那他手上有烟疤吗？抽烟吗？或者是说过有同伙？没有。种种迹象表明，他不是凶手。气之谈，你凭什么觉得他就不是凶手？受害人说的烟疤、女人，一个都不符合。我们是警察，要讲证据。他们当时都被迷晕了，看到的、听到的，可能都是幻象。像城东村还有龙湖小区，根本就是2个相反的方向。你身为警察，难道连这点常识都没有？作案动机呢？很多案子看似没有作案动机，实际上凶手都把动机藏在心里。这个我们会慢慢审。郝帅，我知道这个案子你没有理过，心里很不爽，但我们是警察，讲证据。这个郝帅怎么又来我们这一趟？不清楚，你的想法呢？他是不是发现了什么？不能吧，我们做的这么有力。我也不知道，但他们好像查到龙湖小区了。我特地误导了一下郝帅，让他往城中村去查，也不知道有没有用。我特地误导了一下郝帅，让他往城中村去查，也不知道有没有用。大晚上的，他和张警官又来这巡逻了。没关系，他们查不到我们。不行，这样下去我不放心。那你想怎么做？不行的话，让小俊去给我们顶罪吧。原来是这样，这个宋俊是个舔狗，
李慧兰第一次犯案后，他就在龙湖小区租了个房子，默默地守着她。李慧兰需要他就帮忙，这次需要顶罪他也帮。妈的，天狗都不得好死。不过还有一点，这个李慧兰是怎么肢解李真的？李真又为什么帮她？看来得问李慧兰本人了。进。你很闲是吗？我知道，你之前破了不少案子，这次被我抢先，丢了面子，你也不爽。但我们身为警察的义务是守护人民的安全，警局不是让你找面子的地方。这是什么？听听看吧。他和张警官又来这巡逻了。你录受害人的话干什么？快进。让小俊去给我们顶罪吧。怎么可能？受害人跟凶手竟然是一伙的！现在怎么说？准警。进去。郝警官，我们也算有交情了，对吧？你相信我会犯案吗？我相信你，不会。郝帅，说什么呢？但是证据告诉我，你真犯案。我这小胳膊小腿的，哪有力气制服他们？你都是趁人不备，用手帕跟药水偷袭。我还打听到，你在高中学过2年跆拳道。变脸真快。如果我真是凶手，李真老师怎么会和我这个凶手生活在一起呢？那就要问问你自己。我也很想知道原因。你威胁他了？我有什么威胁李老师的？原因就是我根本没有杀人。再说，你们不是都把凶手抓到了吗？怎么样？宋俊，他把你供出来之前，你故意诱导我去城中村，就是想诱导我调查方向。可惜呀，你不知道警方命案必破的决心。哪怕我们知道龙湖小区是一个精神不稳定的人说的，我们也会一查到底。还有，你手上一直戴着手套，是因为那3个烟疤吧？对吧？你怎么知道？受害人说你手上有烟疤，我在你家里闻到了烟味儿。一个吸烟的人，家里竟然没有摆放任何跟烟有关的东西，这太让人怀疑了。那你想怎么做？不行的话，让小俊去给我们顶罪吧。你们说郝帅真能约到林蔷薇吗？感觉他失败了，被刺激到了，所以啊，才一副奋发图强的模样。很有可能。你们什么时候见郝帅这么认真过？没错，而且林蔷薇这种人绝对不会答应的。哎呀，下班了，看电影去喽。走吧。天哪，郝帅竟然真的成功了，真的答应他了，我不能接受，我的心要碎了。这李慧兰也是个可怜人，从小一直被霸凌，印象最深的话居然是只要他反抗就砍断他4肢，这才导致他心里变得扭曲。李真的妻子死后一直萎靡不振，竟然爱上了自己的学生。李真得知李慧兰的情况，提出了对罪犯肢解的建议。这个李真太狠了，先是让李慧兰肢解，再让她以受害者女朋友的身份陪着她，这样不容易被引起怀疑。一开始我们的方向就是被这样误导的。确实，他们下手虽然都是有前科的人，但都不是迫害李慧兰的，这算什么？私人法庭。
管他呢，反正案子破了。啊，郝帅，我不是为了跟你发展关系才答应陪你看电影的，我是为了拒绝尹明志。你不要想多了。正好，我也不喜欢你这种没情趣又无趣的人。对了，我还约了张一涵。你。血，好多血，血，好多血！我看到了好多血，真吓人了，杀人了！你们报警，快报警！什么意思呀？我就是警察，发生什么事了？警长，就在学校旁边的仓库里，我在那里做兼职。今天早上我去上班的时候，发现老板娘死在了里面。死人？喂，出事了，带我去。好，我带你去，在那里，在那里。老哥，这到屋里面有一股血腥味儿，还有一股熏人的药味儿，应该是从屋里面传出来的。这警局所有人退后，不要破坏现场。哎，好。这老板叫刘芳，今天早上我到店里没看到他，店没有开着，就想着看看他在不在卧室，结果看到了这一幕。队长，没有太明显证据，而且犯罪手法极其凶残。把这些资料带回去查。尸检结果出来了，死亡时间凌晨3点到5点，死因机械性窒息。好，辛苦了。根据现场勘查痕迹来看，室内没有被翻动的迹象，财物也没有丢失，死者也没有遭到侵犯。作案工具是一把水果刀，根据受害者丈夫称，刀是他家的。凶手在杀完人之后，把受害人开膛破肚。在现场还发现一个碗，经检测里面有血液和啤酒的混合物，把它们放在一块儿，就好像吸血鬼，把酒和血混在一起喝的吸血鬼。这次案件发生在大学城附近，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。学生们都在传是吸血鬼作案。学校的领导层对这起案件高度重视，他们不仅组织讲座，消除学生的恐慌心理，也是对我们分局施加了很大的压力，所以要用最短的时间破案。是。现在有什么线索吗？现场除了刘芳和那学生的脚印，没有其他脚印。那学生有不在场证明，基本可以排除嫌疑。凶器和晚上也没有凶手的指纹，当前没有什么有价值的线索，只有郝帅的话闻出了药味，这算是唯一的线索。记住，善用郝帅。3点到5点，有人往杂货店的方向走。都是醉汉，不像凶手。啊？为什么？凶手不是喝了酒吗？你看这些人走路姿势东倒西歪，而犯案的凶手小心地处理了指纹、脚印，一系列信息。如果人喝醉了，能做到这一点太难。这个时间点大家都休息了，连保安都是迷迷糊糊的，没看到什么可疑的。你把这些都交上去，整理一下，好好想想。等等，我找他。喝杯咖啡提提神。你做的已经很好了，还是要注意身体。我倒是有些受宠若惊了，很感谢林大美女的关心，咖啡很好喝。找到凶手了吗？监控中这个奇怪的人具有一定的反侦查能力，监控中没有拍到他的脸，完全查不到他。其实对于这起案件，我有一个想法，
我们能不能从动机上出发，想想他为什么要喝血？你也想到了？我觉得那个人要么是在模仿吸血鬼，要么就是觉得自己需要喝血。凶手对于吸食血液很迫切，这说明他面临的血液病一定很有危险性，容易导致死亡的那种，比如再生障碍性贫血，就非常可怕。我们现在就去各大医院查找这种血液病的患者资料，看看有没有和凶手外形特征符合的。走。这样的病人不多，查的倒是挺快的。可惜没有和监控上的人特征相似的。这个时候，张国安、张意涵、吴建国、法医、尹志明他们会怎么想？怎么做？别人不知道，老吴那个老不休，没准会借一下我的创意。等等，借？凶手渴望鲜血，是他觉得他自己缺血，那他一定会有血液疾病吗？你的意思是，凶手没有患病，但他认为自己患病了？没错，也许凶手家里有遗传病史，并且亲人去世刺激到了凶手，这才让他有这种心理。我们查了全市5000多个叫杨军的人，没有一个和嫌疑人的资料吻合。他所有资料全是假的，包括地址。喂，老鬼。谁啊？老规矩，这个人的假证假资料80%都是道上办的，给我查出来。你这是内线。黎向军，查到。好帅！怎么样了？查到了。休息休息吧，你这几天一直都没怎么睡觉。吸血鬼，找到你了！他有3处房产，都在江畔小区，距离东城区大学只有2公里不到的距离。有人，我们去查1套，其他人查2套。有人吗？我们是制药厂的，最近刚研发出一种最新型的补血产品，专门治疗凝血功能障碍贫血。啊，这药刚准备上市，厂家让我们上门宣传，免费试用。一男一女一狗，这组合是卖药的。那男的看上去不像什么上尉，那女的站得笔直像个军人。我一拧把手，他们很期待。糟糕！站住！走过，我们找到凶手了，互相支援。这是，好帅，好你了。操！这孙子跑得比狗都快。是老小区，
该有很多野猫野狗吧？都给我出来！要敢拦住前面的孙子，我请他吃牛排！什么鬼？这东西怎么喷你的话？行了，不让开。这孙子他妈的跑呀！我投降，我投降。你也知道怕，我投降。让那些被你杀的人死之前啪啪啪。我投降，我什么都交代，我要开枪，不要插我！老子真他妈想一枪崩了！老师，不要啊！呸！你应该庆幸，老子不是个混混。警察，刚才发生了什么？你没看到，凶手太凶残了，剧烈反抗。郝警官那叫一个凶险，好不容易才制服歹徒。是啊，所以凶手挂点彩是正常。所有人，救怜！又破了个大案子，厉害哦！准备什么时候升副队长？哎，不重要，管他升什么职，能抓到坏人就行。哼，这次的案子奖金这么多，你得请我吃饭。没问题。郝帅，我可以当你搭档吗？可以啊。可以什么可以啊？他做你搭档，那我怎么办啊？